讲到中华的好食面，除了有肉丸、蛤蟆面以外，还有真出名的控肉饭。嘛，因为这控肉饭的发展历史较早有背少100年以上老大。为着要推广这地方的小食，中华县政府举办控肉节。除了控肉饭节，除了要提升中华控肉饭的知名度，也希望大家做伙来认识中华饮食文化的发展历史。食饭时间也未到，就侪人排队要买控肉饭。中华美食除了肉丸、蛤蟆面，出名的还有控肉饭。为着推广地方小食，中华县政府举办控肉饭节活动，要邀请民众做伙来中华食美食。啥物美食有法度，互你伫中华县24点钟拢有通食，迄就是咱的控肉饭。县政府为9月初1到10月31，为大家举办一个做旷世英雄哦，那彰化矿肉节系列活动，欢迎大家哦。来中华食控肉，伫中华早顿、中昼顿、暗顿，甚至是宵夜，拢会当食到控肉饭。对中华小食真有研究的作家陈淑华表示，控肉饭是为战后开始出现的，导致师傅甲办道的菜色，亲像红肉、腿裤，转化变成控肉饭这项小食。后来台湾进入拼经济时期，控肉饭成做工人食粗白选择。战后嘛吼，社会动荡，政府开始推行过迄个较俭的生活，你若办道靠迄个冻税，所以迄当阵一寡道子师傅吼，因怎啊无办法去继续经营，就怎啊变去做小食。以这个控肉做一个主题吼，互大家会使知影讲咱中华有啥物好食的物件，来去看一寡产地，比如讲咱中华倒位产米吼，倒位有猪肉，这猪肉可会使做足侪物件，所以其实拢是咱在地一寡饮食文化。中华控肉饭发展早有袂少100年的老大，逐间滋味拢无相共。中华县府表示，办控肉饭节除了要提升中华控肉饭的知名度，嘛希望大家认捌中华饮食文化的发展历史。记者杨淑晴，中华报道。